之美，不细听难以就近。可以高亢，可以婉转如说话般吴侬软语，搭配锣鼓吹奏打击的八音团，就是庆典宴席不可或缺的 live band。譬如说他家里有结婚，他不是请一团啊，请了5、6团、7、8团给你们去拼呢。小时候的欢乐气氛记忆格外清晰。阿公陈庆松可以一次吹奏4支唢呐，爸爸郑水火也是资深戏曲家，记在心底几10年的乐音，在现实舞台却逐渐凋零。我那个时候最要私塾啊，我爷爷他们都还在啊，我一号召要人很容易啊，什么30、50个人对我来讲不是太困难。可是后来发现不行了，时间不等你了，不等我们。记得辉煌，看尽失落。郑荣兴知道，培训种子乐师是当务之急。耕耘15年，世代断层终于接轨。接下来是他们这一代嘛，然后接下来是他们这一代啊，这样几个人里面就有4代啊。苗栗陈家八音团已经是国家列为的无形资产了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。可在传承上，你们还是觉得有很多力有未逮之处。对，阿比太太欧用的脏后压力太大怎么办？看卡开地位就好，空开一点位就好，看卡开地位就好，看开一点就好。他后继无人的着急催促着郑荣兴，早已融入血脉的客家戏曲需要更多资源和舞台。这个国家无形资产常常被大家误以为是正头，真的懂得欣赏客家八音的观众，很可惜，真的越来越少了。但尽管如此，依旧坚持着传统，坚持传承。他们不在他人眼中求进步，而是不断的自我提升、自我要求。阿比特太欧用的脏后，空开地位超好。阿比特太欧用的脏后，空开地位超好。